新车赞，好了吼，旅游兴奋诶，好人送新车，了好心哦，赞哦，好，全线好人送新车。你超喵的，还在那给我挑三。哇，赞！下阳爱香活堂，下阳国中西南边，右边那边西边是慈惠堂的慈惠堂。你看哦，育儿上堂的8个单位里面的爱香活堂，启慧班哦，每个月第2个礼拜天早安，启慧班哦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可谓甚矣。始生以大，诚如泰山鸿毛，德高山仪庄。谢天恩师星期天，星期六，即将连续。那请准备好吗？来。今年办一个双流网加。如果咱大仙照着生老病死吼，这4字其实也是咧甲咱示现，咧甲咱教醒。你啊看伊顶悬写，就是安尼，足简单的道理。做白话，其实拢有免啥解说。咱嘴甲闭开，照着咱的声音甲开出来，咱嘛会当洗涤咱的心，这个心甲这个心，咱过去做下的白话，咱洗落清气吼，大家做排叫大家唱落出来。
点点点啊。真心啊，佮咱的县管，咱的活动，就去厝诶。虽然大家感觉伫遮会较劳动，唔爱伫遮扣手，没有关系，后学尊重，但是后学要叮咛，哦，各位请检调后，后学要叮咛，请大家回去伫厝，不管你有运动无运动，要学习扣手。身份啊袂送有点向，哦，啊袂送有点好，来，啊大家遐福报吼，来，咱爱定定月亮伫个。一起必班，下湖吉朗姆行30公里，前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父亲人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点传师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，坤道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父亲人慈悲鞠躬，感谢点传师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点传师的各位讲师慈悲鞠躬。咱后仔后尾仔参时间，后尾仔早暗天亮，这拢爱学对无？今仔日要做一个坛主，你这些都不会，你怎么做坛主？你拢无学咧这你免做坛主，你免做人才，你免了行功了完无法度。所以这基本的咱要学就是，你要早晚先参时间，分好遐济呢。以我伫台北咧教礼节，你敢知影迄个车路，行迄个军队，因两个一队啦，后仔咧教。来陪遮济，你这无好好讲，你记来起来，我讲你若有心要来学，绝对记会起。无我较早嘛袂晓啊，为啥物阮会晓？有心就会晓。所以家己调，我家己教，家己讲，家己鼓励，人伊参时间会晓。人伊早乡会晓，人伊办着咧节嘛咧学啊咧，所以有当时就讲，你透过咧学的过程当中，慢慢你甲心定着落来。所以大学内底无共定睛安尼着，甲心先定落来，甲心静落来，你就有法度去看着咱本来面目，家己啊，自己的那个真主人啊所以学道在日常，咱日常咱好啊去家己学习。对礼节开始着手，因咱求到了头一个，就是讲代表10条的台湾。你敢知影？来神求道人，迄10条台湾，迄拢免讲真的，你知影？迄原来是原来的心，头顶啊一个圆嘛，下啊一个心嘛，原来的心嘛。但是你甲相信道真来求道，伊敢愿意入迄个圆？很多强迫中奖就对了，拢勉强来去迄个10条台湾，但是咱真正毋知影10条台湾迄个用意啦，迄用意啦，但是咱了解，恁头前迄两项，诚心保守，10条台湾迄两项，诚心保守，实心修炼，受心忏悔，这两个就是显露咱的真心。咱若无这两项，后壁你无法度，所以迄个要保持，
除了道咱来好啊去家高兴哦，然后日常生活以礼节来着手，慢慢进入了，咱行着圣贤迄个法度哦，慢慢进入圣贤法度，就是讲你对神道亲，然后你来参加礼节，参加培训，像咱即马台北有所谓的中心文堂，每年都有4年的教育。从主体性规班，然后提升到4年教育，从4年教育的提升讲信班，讲信班提升到慢慢比咱圣人来接受培训。如果没有这一连串系统的教育，你要培育人才，无遐简单啦所以学道咱就要日常来学，因为像即马要读经会考，因若普通时啊，阮有参加读经啦，就是暗时啊。把读经的培养，慢慢去培养读经的习惯，你知无？爱拄仔讲的学习，就是爱看册，看有路用的册啦，当然你要有选择性啦，毋是即马册嘛，咱无销呢。较早讲咧册局诚济，咱要看册有的人讲册体就不过3分钟就困去敢若爱困药啊，足好困。其实就看袂落啦，但是遐培养。所以第2项是老师讲的，修道要修心，修道要修心，迄粒心总爱修呢。讲心猿意马。